黑暗都可並死出現。不灰心只因決心不變，被力量一起去壓制這麼出現。人害怕黑暗中與我並行，就來讓我們驅趕這黑暗，再維護宇宙要將妖魔驅趕。未曾害怕，亦只因這擔心，決意運用戰鬥，哪怕冒險的戰士，一飛衝天威，把妖魔都制止。終必勝，讓你知，沒有灰心意思，與黑暗都可並死出。